家好，我是方莹，坐在我旁边的是郭华莹和温婉如讲法师。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对于不熟悉我们的观众，让我首先来简单说明一下我们的传承和师承。我们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他师从20世纪的一位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师迦杰颂仁波切。而迦杰颂仁波切的上师就是赫赫有名、桃李满天下，也是第14世达赖尊者的根本上师，是迦杰赤江仁波切。这位大师中的大师的根本上师，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主人翁，那就是伟大的迦杰帕本卡仁波切。用我们的俗话说，迦杰帕本卡仁波切是我们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祖师公，而作为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的我们呢，就得称迦杰帕本卡仁波切为太师公了。是的，说到至尊巴本嘎仁波切，自然就有人会想起，于1921年在拉萨，他给上千人传授长达24天的菩提道次第讲授。另一方面，有人也会联想起格鲁派中一位叫多杰雄登的护法。然后部分的人，尤其是达赖尊者的政府，就是噶夏政府，就会开始说这个多杰雄登是个邪灵，是个被视恶鬼。他并不是什么的佛教护法，只是迦杰巴本嘎仁波切替这只邪灵或被视恶鬼造神，将他捧上了神台，纳入格鲁派中，还破坏了格鲁派的清净。那针对迦杰帕本卡仁波切造神这一说呢，其实是毫无根据，而且充满了这个偏见啊。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来看看历史。首先承认多杰雄登护法为一名佛教智慧护法的是五世达赖尊者。然后他就在这个杜古扎巴坚赞圆寂之后呢，也就是1656年或1657年之后呢，为他撰写礼赞文，赞叹杜古扎巴坚赞已经化身崛起，成为一位佛教护法。这篇礼赞文就收录在五世达赖尊者的这个著作集当中。那这本著作集呢，由印度的甘拓克西经藏学研究中心所发行。那么后来呢，另一位萨迦派的重要高僧，被人们视为伟大的金刚瑜伽母系这个传承的持有人，以及萨迦道果教诲的传承持有人摩钦贡嘎伦珠。他不仅依止多杰雄登，而且他还曾接受来自多杰雄登的启示。那据说他曾在拉萨的布旦康萨给大众及注释的神谕做灌顶，还有传授各种教法。其中他的著作呢，也记载了他曾经在甘丹林的嘉钦护法殿呢进行开光的仪式。他被视为是多杰雄登事业劝请心愿塑造下半部的作者，而前半部的作者呢，则是竹巴噶举传承大成就者竹巴昆利之转世竹汪竹烈。当时这个仪轨曾广泛的在各大多杰雄登的寺院如布丹康萨、日务曲林寺使用。那稍后呢，还被摄供金刚持收录到他的著作中，也就是雄登筹补仪轨中。除此之外，奉多杰雄登为佛教智慧护法的，还有萨迦派的最高法座持有人，就是我们简称的萨迦法王。事情就发生在1722年，第30任的萨迦法王索南仁钦，他将多杰雄登供奉为萨迦派护法。法王索南仁钦在一座新建的护法殿中安放了所衣物，然后奉多杰雄登为萨迦派的护法。法王索南仁钦所供奉的其实是骑在黑马上的多杰雄登护法。他后来还为多杰雄登撰写了一篇祈愿文，祈愿文的名字是嘉钦祈请自法导引。除此之外，索南仁钦同时供奉多杰雄登、金甲一护法和紫马护法，这3位护法是萨迦派的三王护法。然后到了第31世萨迦法王贡嘎罗卓的时候呢，他因撰写了好几部重要的多杰雄登仪轨而闻名。他编撰了多杰雄登夺马5部的供养仪轨，5部供养仪轨圆满御巡，那并将慈律祖呢作为主尊。事实上，他是第一位撰写关于多杰雄登的4大化身的大师。那帕本嘎仁波切后来也把这个仪轨收录在他编著的护法会供仪轨里面，瞻胜诸方之古音。那是我们今天流传最广的多杰雄登仪轨。由此可见，我们今天修持的多杰雄登法门，其来源可追溯到萨迦派的传承里面，而不是
帕蓬卡仁波切呢自己造成的。那他个人在他专辑中呢，也摘录了宁玛传承的密续经典《仁钦那屯》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承认多杰雄灯以慈悲佛、观音菩萨同为一个本质。那因此，萨迦派传承也将多杰雄灯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后来呢，到了1896年的时候呢，达波格桑克珠这位大师呢，为多杰雄灯写下了本生祈祷文。那这篇本生祈祷文呢，就叫《无量劫前》。这篇本生文呢，其实除了讲述多杰雄灯的前世之外呢，还讲了他的来历、背景和功德。那这位名叫达波格桑克珠的大师是什么人呢？他是迦杰帕木嘎仁波切的上师，达波讲贝伦珠的上师。换句话说，达波格桑克珠就是迦杰帕木嘎仁波切的师公。这位名叫达波格桑克珠的大师呢，除了撰写多杰雄灯的本生祈祷文《无量劫前》之外呢，还是菩提道次第南传传承的祖师之一，也是帕本卡仁波切所传授的冈塔巴圣乐金刚深坛城的祖师之一。可见这位大师在格鲁派传承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没错，之后迦杰帕本卡仁波切为了整篇祈祷文更容易让人理解，而在无量劫前列作真三，然后迦杰帕本卡仁波切的心子，也就是释迦仁波切，在针对上师的著作加上注释，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月如海护法之妙音。因此，关于多杰雄灯的来历、背景、前世，根本不是迦杰帕本卡仁波切自己凭空独撰出来的，而是根据萨迦派和格鲁派传承祖师所传下来的著作、教诲和祈祷文，在格鲁派中加以推广多杰雄灯护法的修持，正如迦杰帕本卡仁波切在格鲁派中大力推广那洛喀切佛母的法门一样。那另外一个针对帕本卡仁波切的指责呢，就是多杰雄灯的托命观顶法也是源自于帕本卡仁波切。然而，事实上，根据色供金刚持所写的文字，多杰雄灯的托命观顶祈愿法其实是源自色腊美寺的一位名为仁钦旺家的大师所写的。那这一篇文章在帕本卡仁波切的时期其实已经消失不见了。那于是呢，帕本卡仁波切自己再撰写一遍，然后呢，请他的另外一位上师塔普莲花金刚持以神通力到兜率天，亲自在多杰雄灯的前世慈力主扎巴坚站的座下，接受完整的传承法脉。那噶夏政府会说是多杰雄灯怂恿利用帕本卡仁波切为他写托命灌顶祈愿文，还有修持和推广他的法门。然后呢，还说塔普莲花金刚呢，其实他是在帕本卡仁波切的请求下，不好意思去推辞而帮帕本卡仁波切这个忙。那这个话其实是无稽之谈。帕本卡仁波切和塔普金刚呢，都是格鲁派中备受尊敬，然后赫赫有名的传承上师。那格鲁派的那个弟子至今所修持的法门，大多数都是来自这些传承的祖师。那难道我们传承的祖师是没有增量，不懂得分辨是非黑白，然后不懂得分辨某个众生是佛还是魔吗？现在就让我们来说说帕本卡仁波切的简短的生平故事。首先，帕本卡仁波切生于1878年拉萨北部的查瓦里镇，他的父亲是个小官，家境并不富裕。据说在他出生的那个夜晚，夜色深暗，有一道光射入屋内，在屋外的人则看到了一尊护法神降临在他家的屋顶之上。那帕本卡仁波切呢，自小呢就显现出异于常人的那些特质。他在7岁的那年就被带到当时其中一位最著名的宗教大师萨巴却吉洛桑达吉跟前学习。萨巴仁波切觉得这名男孩必然是一名转世圣人。他在之后被发现是张家系的其中一个转世高僧。那张家系呢，上师呢，在中国及蒙古地区呢，是到处广弘佛法的。那甚至呢，还被邀请到中国皇帝的宫中呢，去给皇帝传授佛法。由于当时西藏政府及人民对中国当局所施加的压力已经显得相当敏感，所以呢，张家系的转世在当时候呢是不受到西藏政府的认同。他们就决定不使用张家这个名字，而改称这位男孩就叫他做帕本卡杜古。
那巴本嘎仁波切呢，自从被认证以后，他那一辈子其实都没有接受过任何真正的名称和身份。在色拉寺考取了格西学位之后呢，巴本嘎仁波切就到拉萨之外的乡区巡回讲学，那他还取得极大的成功，从此声名远播。他为大众传法的非凡能力呢，让他逐渐拥有了一大群的追随者，那人数高达1万人哦。然后在1921年的时候呢，帕本嘎仁波切在拉萨附近的曲桑茅棚给700人讲授菩提道次第长达24天。那出席的僧伽众呢，除了来自拉萨的3大寺之外呢，还有一些甚至是来自这个中部省、后藏、安多和康区。其中就包括了30位上师和转世活佛，许多在家众也前来听课。那此次的开示呢，涵括了政务次第的每一个内容，并被主要弟子赤江仁波切记录和编辑成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掌中解脱》。对，然后呢，加杰帕本嘎仁波切的著作呢也相当的多，共有15大卷，涵盖了佛法的每一个层面。这些文本呢，就包括仪轨、吟诵、夺马制作法以及许多其他内容。这些著作当中呢，根据圣乐根本序所编著的《金刚瑜伽母仪轨》，目前呢还广被格鲁传承所使用。那现在我们也来看看历代祖师大德对巴本嘎仁波切的看法。首先，第3世的赤江仁波切，也就是第14世达赖尊者的上师，他认为巴本嘎仁波切很明显拥有能力吸引那些对佛法不太感兴趣的上流社会人士，而且他还可以很轻易的就设服他们。譬如说，有一位身份等同于今天的国防部长的贵族高官，他的名字叫达蓬将军。有一回，这位将军出席了巴本嘎仁波切的开示，他大步走进了开示的现场，身上穿着精致的锦缎，头上还梳了精心打理过的武士辫。在当时，这已经是西藏最高级的打扮。他腰间还挂了一把剑。然而，在巴本嘎在第1阶段的开示结束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兵器一部包扎起来带回家。过了一些时间，他将自己的武士辫修剪了。终于有一天，他向巴本嘎仁波切下跪，请求他赐予终身居士戒。自此，他从来都没有错过任何一场巴本嘎仁波切的公开开示。赤江仁波切说，巴本嘎仁波切教诲中有非凡的特质，因为巴本嘎仁波切在讲授各节译文时，他会加上许多譬喻能力的真理、稀有的一些故事以及可信的经教，并以耳传的教授来做修饰，所以这些教授就连初学的人也能很容易的理解，适合于上、中、下各种根器的修行人。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巴本嘎仁波切的说法方式是极其殊胜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的师公至尊松仁波切。那至尊松仁波切呢，是赤江仁波切主要的弟子之一。根据松仁波切所说，帕本嘎仁波切是最高密续本尊生乐金刚的化身。那就连帕本嘎仁波切上师塔普金刚子也出席帕本嘎仁波切亲自在拉萨给予菩提道次第讲座的这个开示。另外还有瑞布仁波切，他回忆自己的上师说法的情景的时候，他说道：那当帕本嘎仁波切说法的时候，他能坐着如如不动8个小时。那前来出席他开示的人，还有灌顶的人，可以高达2000人。然而，当他授予菩萨戒的时候，人数可以高达1万人哦。好多人。另外一位是尊贵的琼拉仁波切，他是头等和密续的葛西拉兰巴。他从巴本嘎仁波切坐下接受比丘戒。他说，巴本嘎仁波切习惯用实例和个人的故事来进行开示，同时也大量引用佛陀的教诲和古代学者和圣哲的评述。每当他发现听众们出现疲态或不专注的时候，他都会说些有趣的故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并让他们开怀大笑。那这一点呢，跟我们自己的上师尊贵的占都仁波切其实非常非常的相似。对对，仁波切非常的幽默。
然后呢，帕蒙卡的这个仁波切的另外一名弟子呢，也是色拉美寺的格西洛桑达庆仁波切呢，也是一位伟大的上师啊。他其实也曾经是色拉美寺的前住持。当格西洛桑达庆仁波切遇见这个帕蒙卡仁波切的时候呢，他还是一名野少年，根本称不上是一个模范的学生。然而呢，他在这个扎西雀林闭关房遇到这个帕蒙卡仁波切之后呢，生命就出现了一些转变。他说呢，从那一天起呢，这个仁波切呢，他就感觉到他自己仿佛从帕蒙卡仁波切那里得到了加持和求学问的特别力量。那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提起帕蒙卡仁波切呢，他的成就和神通。那这些事迹呢，足以证明帕蒙卡仁波切的高增量是不可能会被所谓的多叶雄灯邪灵所欺骗、怂恿或者是利诱。那帕蒙卡仁波切不但在教学方面射中，而且他是有非常显著的神通成就。那有一次呢，帕蒙卡仁波切就到这个西藏东部康区的时候，那里的本教徒那纷纷的集合在一起，然后日以继夜的使用巫术来给他对抗。那这样的事情呢，其实重复发生了很多次。那有一次，当帕蒙卡仁波切经过一个被白雪覆盖的高架桥的时候，那突然打起一阵巨雷，那人们呢都被震得东歪西倒的，那许多物品呢也因此而损坏。那所幸的是没有人就是有伤害。那当他们终于成功到达了对面的山头的时候，帕蒙卡仁波切就吩咐当时所有的人不要进去他的营里面。那他就在里面坐了一阵子。那当雷电来的时候，帕蒙卡仁波切就将闪电收入了自己的口袋里面。但暂时呢就保留着这个闪电。那最后他就吩咐其中一个人说：“那你来把这个东西拿到对面那边去，那朝外的方向放掉它。”那当时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在场的人看到雷中夹杂着一种红光的液体，然后将那块草坪和一切东西都烧毁了。那可是帕蒙卡仁波切竟然可以把这样的东西若无其事的收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最后一次的经历就更有意思了。帕蒙卡仁波切拥有南传派的传承，就是所谓的 Shagu 菩提道次第的讲授。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个传承呢，在藏地并不广为人知，其处处也没有太多的证明，其教诲内容更是无法在传统的经典中找到，所以呢，就出现了流言，在精通佛典的学者之间传开，说帕蒙卡仁波切不知道是怎样弄一个南传派传承菩提道次第的教诲。南传派传承其实就是帕蒙卡仁波切在达波拉玛仁波切那里所学习到的教诲。学成之后呢，帕蒙卡仁波切开始在拉萨给开示。当时呢，就有很多的追随者，不管是帕蒙卡仁波切去到哪里开示，那个地方都会涌现3到4千人这么多。因为这样才引来了人们对这个传承处处的质疑。最后，第13世达赖尊者给帕蒙卡仁波切写了一封信，说明看来你是在推崇一个叫南传派传承菩提道次第的奇怪教诲。我已经非常谨慎地查阅宗喀巴大师所撰写的18部论著，里头都不见你所推崇的传承的痕迹。你究竟是从哪里弄来这么一个东西？如果你无法提出证明，你就必须屈服，并且承认自己是个骗子。那当天呢，在达赖尊者的这个宫中呢，管家们就搭建了一个小法座，然后就请帕蒙卡仁波切坐上那个法座去，然后呢，他们就向帕蒙卡仁波切解说达赖尊者所给予的指示，并向这个帕蒙卡仁波切说道，说法王说你所传授的这个教诲呢，所谓的南传派的传承，菩提道次第，如果它是真实的话，是如理的教诲，那你今天就必须证明它属实。你必须能够指出基于这一点及这个证据基于佛陀也曾在某处说过，在印度的佛陀弟子也曾经在某处这么说过，或者是基于某个上师能说出你的教诲记录在某部经典当中，这种种的这些，于是呢，你的教诲就是真的。今天呢，你就必须透过这样的方法来做出证明。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就必须给他们献哈达，并且向他们说，非常抱歉，我欺骗了每一个人。从今天起，我会好好为人。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给你建议。随后呢，帕蒙卡仁波切他开始就引述了
就说佛陀在某某经典跟论著中，那某某章节就这么说过。目前法王正坐在自己的书房中，那如果你看到你身后的第3个柜子呢，翻开那一本经典，阅读第146页后方的第6行，某段经文曾经这么说过。接着你向你自己的左手边第2个柜子拿出第2本经典，那某某部经典呢，将那部经典拉出来，然后经典上记载着某某教诲。那当帕蓬卡仁波切这么说，官员们一边都感到吃惊不已，然后一边急着忙忙的把他说的话抄下来。这个时候，帕蓬卡仁波切继续说：“这是来自甘珠尔的证据。如果你阅读无着大师的这部经典，它就是法王你书房里面的某个柜子，在另一卷外皮是某个颜色的，内页是如何如何。然后你若翻页某页的某一行，你就会找到了。如果根据藏人的传统，你可以看看你已故的上师普措强巴仁波切他的著作集中的第4卷，它就在你睡房里的某某书架上，书皮是什么颜色，然后页数为何。”巴蓬卡仁波切就是这样做口述，接着官员们将笔记朗读一遍，然后他们发现一切都很妥当，他的口述用字如诗般优美、精简、准确。最后，官员们将它呈给了法王，法王接着根据巴蓬卡仁波切的口述查看了各部经典，然后他发现巴蓬卡所说的都是正确的，完全无误。法王又询问了很多关于是谁向巴蓬卡仁波切报信，然后这些经典到底是放在哪一处。但是法王发现，其实巴蓬卡仁波切真的知道那一切。没有错。那接着，为了进一步去了解帕蓬卡仁波切，我们也会跟大家谈谈帕蓬卡仁波切对政治、宗派等他的立场。那帕蓬卡仁波切呢，曾受邀出任达赖尊者摄政一职的时候呢，他拒绝说到，如果一个人无法舍弃世间法，那你并不是一个真正信仰佛教的人。那根据藏学学者 Gosin 所说，帕蓬卡仁波切曾经说过一句相当脍炙人口的话，他说：“喇嘛不应该设身于这个争执中。”对。除此之外呢，尽管他是一名格鲁派的大师，帕蓬卡仁波切对藏传佛教4大教派也十分的尊重更不主张宗派主义。在他的24天菩提道次第的教诲当中呢，仁波切说，谤舍正法，例如以大乘法为由去毁谤小乘，或者是以小乘为由去毁谤大乘，以及显密四序部、萨迦、格鲁、噶举、宁玛等各以自宗为由而对他派所做的一切毁谤。简言之呢，无论何时，当我们拥护自己的教义，贬低其他教义的时候呢，那就是谤舍佛法。那帕蓬卡仁波切也说，莲花生大士，也就是宁玛派的祖师杰宗喀巴、阿底峡尊者、释迦牟尼佛实为同一个菩萨，而并非4个不同的形象序。其实呢，宋仁波切曾在他的开示中说过，帕蓬卡仁波切也是圣乐金刚的化身，但由于时逢末法时期，加上众生的嫉妒心，这些都会使到他优越的品质难以被察觉。帕蓬卡仁波切的许多传记中都清楚地记载了他觉悟的特质。是的。那针对帕蓬卡仁波切对非佛教的本教所持的立场，他是说，本教和外道的法教并非佛法，因此不适于作为我们皈依的对象。尽管最初本教对佛教徒十分不友善，帕蓬卡仁波切却从不主张对他们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他说呢，本教并不是佛教徒的皈依处。同样的，佛教徒和本教徒之间的对话皆出于执念或不友善，这使得真诚的辩论变得十分困难。那你必须了解本教的出处，这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呢，为了巩固他说本教不适于作为佛教徒皈依对象的说法呢，帕蓬卡仁波切以几位佛教学者为例，其中包括密勒日巴。
那我们到了这里，很值得一提的一部分，就是到了第39任萨迦法王扎苏钦列仁钦的时代呢，他在自己的传记中表示，许多不同传承的大师曾在不同的时期拜访他，然后并接受他的教诲。那在西元1905年，有一位特别的让人留意的这个上师也前来参加开示，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帕蹦嘎仁波切。那其著作中写着，扎苏钦列仁钦曾赐予帕蹦嘎仁波切好几项的灌顶，那包括四面大黑天灌顶。帕蹦嘎仁波切呢的著作中还收录了许多他亲自编撰的四面大黑天护法这个仪轨，足以证明这本尊在他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其实这样的小插曲同时也驳斥了帕蹦嘎仁波切是一个搞宗派主义的指控。总括而言，我们为大家讲述并反驳了佳节帕蹦卡仁波切为多杰雄登造神仪式。一来呢是证明多杰雄登的修持和供奉早在帕蹦卡仁波切出现以前已经存在已久；二来呢也是透过告诉在荧幕前的你们，帕蹦卡仁波切的生平故事、他的正量、神通以及其他高僧大德对他的评价，也再的论证了帕蹦卡仁波切是20世纪中备受敬重的西藏高僧之一。是上师中的上师，绝对不可能被多杰雄登这个所谓的邪灵所操控、怂恿或者欺骗。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恳请西藏流亡政府尽早解除多杰雄登的禁令，还真正的宗教自由。谢谢大家，谢谢，谢谢。